好，大家好，我係民安隊山嶺搜救中隊第一隊嘅林峰。咁今集咧就輪到我同大家介紹行山嘅8大錦囊。咁今集要講嘅主題就係觀天。咁行山咧就講求天時地利同埋人和。咁除咗個人體能、身體狀況呢啲之外咧，大家仲要留意天氣嘅喎。咁喺出發之前啦，大家記得要留意天氣嘅狀況啦，睇下嚟緊會唔會落雨啦，會唔會有雷暴啦，甚至乎係一啲氣温驟降呢啲情況啦。咁同時大家都可以好好善用天文台嘅天氣預測功能。咁做好準備，安全第一啦。咁今集去到呢度啦，咁下集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